再来关心屏东，风台即马虽然已经走啊，抑阁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乡亲嘛是爱设置大水库。屏东的春日乡的树文部路连外道路昨昏是崩山，规条路拢无法度行。若西亚福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因为有积水，所以今仔日休困。风台嘛，互农民辛苦种植的果子规个乌有去。大批土石砌地树啊，直接冲到道路，海葵风台甲外围环流影响，屏东县春日乡山区出现第因是强降雨，树文部路的并一速连线，连接后山的连接道路下到1点外土石崩落，无法度通行。大概在1点15分的时候，整个边坡滑落，造成现在我们前山的道路封闭。崩山的所在继续有蓝山的石头连落来，村长广播爱村来自好前面通落山，还希望上级重视协助道路安全的道路，好做有平安登记路。土沙水砍到路面，这个第2涉水区位于屏东西亚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内，天气好时规排小石墩雨面上大，即马雨大雨引起无法度通行，初5搁休园一天。那屏东山区第1线崩山乡路段也有路顶技术，线路点电器故障，规把路顶甲早起也咧光。公所表示会派员检视，万丹乡的宽西道路也有路树倒去。半点专管灾害，崩山乡有路树技术线路风吹害，高平大桥是有技术要闪倒去的路树累残。屏东市盐埔乡路树受创严重，高树乡是有国富村积水至少50公分，也有金蕉园木根园，风吹甲路长长。你看淹到这边来，这么高哦。对。啊，你们那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回来10点多了。啊，到速度较大2点你就安尼啊。啊，这边风台较尖嘛，所以就安尼用啊。啊，囡仔拄啊伫遐考咯，好爽啊，就下去落去游泳呢。海葵风台2届停了，带来风甲雨，也互屏东县得算脱离暴风圈，也是爱为善后真无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